伫咧台北市西门町有一栋市电古迹西门红楼，到今已经有115年历史咯。红楼因过捌做过市场、戏院，也捌放电影过，即马变做是文创基地。咱也做伙来看这西门红楼的历史演变。 舞台剧演出西门红楼的历史。西门红楼是1908年起的，原底是新起家市场，落尾国民政府来台改名做红楼剧场，播过京戏，放过电影。1997年才做市电古迹。2000年的时嘛拄过火灾，现阵时有115年历史的西门红楼已经转型做文创发展中心。所以我们明年要建成140年，那红楼呢115年，所以事实上。 那它就位在我们的这个老城的西区啊，所以当然就见证了我们台北市在政治啦、文化啦、经济啦各方面的一个历史的过程。为了庆祝西门红楼115岁，台北市文化基金会有规划侪活动，亲像展览、街区行踏、工作坊等等。 让大家认识西门红楼这100多年的历史。我们把西门町的一个记忆地图做一个呈现，那民众来到这边就可以通过这些记忆地图，通过味觉、通过视觉、通过互动体验来认识西门町这115年，然后特别是红楼在这个地方承担的所谓的它的历史的一个地位跟服务，有一种文化韧性的这种一个体现在这个西门红楼这座古迹建筑里面。那我们跟商圈、跟社区，还有整个台北市的文化观光是 息息相关的。西门红楼捌因为电视开始流行，渐渐稀微，嘛捌因为大火烧掉历史卡架。踮伫观光区的红楼，前几年也因为 COVID-19 疫情，无人来行搭。115年以来，西门红楼行过侪困难，现主是台北市西区重要的文化指标。古建筑徛伫繁华的西门町，互各地人通继续看见老台北的模样。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